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今日透过公司代理来台湾新眼界这节目，来讨论最近国际频道这个议题啦吼。到底公司是不是爱来做国际影音平台？若是要做，安怎兼顾咱讲的定时正义？咱嘛看到讲吼，昨日咱看到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讨论文化部委托设立国际影音平台这个事项。董事对定时提出无共款的意见吼，最后咱们看到讲公司总经理甲执行副总当场来辞职啦吼。另外，针对这个平台是毋是有对外大宣传的这个争议也是存在，公司是毋是爱打这个重担？上尾咱们看到讲，这个投票这个部分吼是11票同意，对着这个4票无同意通过国际影音平台这个案。有董事嘛认为讲吼，4年这个预算有58亿，但是经营团队事先无来通知啦吼，定时上有4角擦。不过，某学者就指出讲，这个公共媒体吼预算本地就无充足啦吼，计划案每年10亿吼，这个外这个预算也伤少，应该向这个国外这个公共媒体来行工济啦吼，每年至少要有60亿至100亿这个经费啦吼，先甲国内这个影音内容品质做出来，才有机会将台湾的文化传到国外。所以咱今日就就这个定时正义、公共广播媒体这个独立性，以及咱讲这个平台是不是应该扮演媒体国家队，以及咱对国家吼，也是讲国际传播的需求，做回来对话，做回来讨论。先来邀请节目顶咱3位来宾哦，第一个咱嘛邀请到讲吼，公司董事咱这个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郑志良。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咱要来邀请文化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陈惠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要邀请到公司总经理周文杰。各位咱台湾新眼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文杰。是啦，真正非常感谢3位来宾吼，尤其咱讲有董事、有总经理者、有这个传播这个学者伫咱现场吼，做回来讨论、做回来对话。咱本地也有邀请到文化部这个部长李英德做回来节目头顶来对话啦吼，嘛说明讲其他这个争议，毋过这个部长另外有行程啦吼。过去咱讨论讲这个国际影音平台，文化部是肯定公司咧拍拼吼，建立这个看板啦吼，所以这个设这个计划时阵头一个选择就是公司，毋过引起着这争议。文化部嘛先声明吼，表示讲尊重董事会这个决议吼，强调公司是专门的，无政府啦吼，咱讲政府无要回收掉这个公司这款的这个讲法，嘛讲到吼，为着要避免，搁有政府干预公司这款疑虑，文化部会先完整来评估，先做来看这个报道。其实他就是有类似，例如说他访问总统啊、蔡英文，然后唐凤啊，然后张忠谋啊。公司受文化部委托，要开设国际影音平台，验过当初绑小费质疑，公司误加就讲好的代志。经营团队伫6、7月份的董事会上，也无提出正式的报告。伫顶一遍董事会内面争议就无停。第27个临时会对是毋是要接国际影音平台案件，意见也是无同。事实上，我们发现，在6月18号的董事会之前，其实公司内部已经跟文化部敲定了，如果这样的事情是连董事会都不需要知道的话，那这不是没收公事，什么才叫没收公事？会议是记名投票，包括绑小费总共4人反对，其他11个赞成，通过国际影音平台案件。我必须要讲，其实公共电视真的是自己很会清理自己，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被一个这种所谓的包含置入行销也罢，包含这个大外宣也罢，我们不是会被牵着走的一个媒体。设国际平台会让大幅度增加节目预算，为了要让案件通过，公司总经理周文杰、执行副总谢翠玉当场请辞。新闻部经理苏启珍认为，国际平台立意虽然好，也毋过目前正拄好是董事会准备要改选换届，无充分讨论甲社会共识就要进行，恐惊引发内外部国较侪疑虑，也当场宣布请辞。对此，文化部发声明，尊重董事会决议，讲公司成功建立品牌，政府推动国际影音平台计划，首选是公司，无独立私人的问题。所被扭曲是政府黑手没收公司，文化部正违宪，推动国际影音平台政策方向未变，为了要避免政府干预公司的疑虑，会搁再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吼，这个是涉过董事会吼，这个定数上无正义吼，这个教授敢是安尼看咧？这看咱公司以前的做法啦，哈，
咱公司已经设入大舞台，是，接立法院的国会频道啊，迄事实上拢无事先啊当事会讲啊，都筹备了差不多时，哈有一个结果，哈当事会报告，所以定事上我无啥质疑的所在。丁书上是因为过去拢是安尼做了吼，对咱但嘛请总经理来甲咱说明一下。但是我比较较在意的一项代志，说，这个是文化部的政策。文化部的政策由政府来做成政策以后，是，然后来交予公司来办。这事实上无恰当。公司应该有公司的独立性。这案如果对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若是咱公司感觉咱台湾有这个需要，然后咱来编务省来啊文化部争取。事实上，迄个 OK 啊。你是讲公司翻过头来争取安尼吼？对，安尼。不是文化部来杀不是文化部来指定，不是文化部来交办。OK，所以这个争议的部分哦，咱嘛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风波吼有整理到一张图表，要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啦吼。就是咱讲吼，国际影音平台这个风波吼，是这个5月时阵，迄当阵文化部长李永德上任了后吼，要来杀这个国际影音平台。前导计划啦吼，预算差不多是4000多万。另外吼，6月时阵，公司向文化部来提出申请哦，向行政院争取到这个4500万吼第二预备金啦吼。作为前导计划这个经费，嘛伫2021年正月时阵要成立到这个全营运的国际影音平台吼，提出4年58亿这个经费啦吼。不过咱看到7月20日时阵，这个董事方小辉哦，伫咧面册发文讲啊，这个文化部也是讲公司的高层吼，设过董事会来处理这个案啦吼。不过咱看到7月2日的时阵，文化部嘛，这个发声明讲吼，无这个踏10亿吼，互公司这款讲法啦吼。另外，咱看到7月27，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哦。激烈讨论了后，咱看到这个总经理也好，还是讲执行副总也好吼，表示为愿意啦吼，为这个风波来施责。最后董事会咱都讲对，这个11-4吼通过这个案啦吼。另外咧，这个未来这阵已经通过啊，要安怎来进行这个国际影音平台啦吼，所以是咱待嘛当讨论。不过要先请咱的总经理来说明一下。头拄咱讲吼，过去台语台预算也好，拢是亲像专案来去申請啦吼，这回嘛是共款嘛。是，无毋对。我遮有一个，我较早伫个董事会报告的代志吼。是。啊，大家会使看到，这是107年的时阵报告的吼。迄个时阵是阮11月的董事会的报告。是。啊，大家会使看到，遮有写到吼，公司台语台的客户书吼，爱送去文化部甲通传会吼，互因通过。啊，这是伫个即个台语台的一个专案的筹备的报告，伊的报告就是生安尼吼。好，即马遮有一个这嘛是阮头拄有讲到吼，前瞻前瞻专案吼，第1期的前瞻外审会议完成吼，准备要签约吧。好，这嘛搁一个，阮即马设发吼，110年到113年4年计划甲预算的内容，这嘛是同款吼，伫个即个董事会的报告，即马就来讲到即个国际影音平台的即个报告，这嘛是伫个7月16的即个董事会我都有报告啊吼，这嘛有写到，就是109年吼发展国际数位传播计划，文化部已送行政院吼，持续依文化部意见进行滚动修正吼。待签约中，未签约的啦，即马未签约的啦，嘿是，所以并无讲跳过董事会的这款的情形啦。其实咱昨嘛看到看这个临时董事会头顶吼，这个总经理嘛讲吼，若是即阵无同意，会当投入这个无同意这个票数啦吼，这个停就划停啦吼。但是讲这个预算是无要等人啊吼，这个时间上吼，若是咱公司无要做，就交换互别人做啊嘛。嘿。这是伫个7月16个迄个董事会，因为董事都有提出意见嘛吼，讲我这款形式的报告吼，因感觉无满意啦吼，无够周严啦吼，嘛无讲提早讲啦吼，因感觉讲代志已经进行足久的啊吼，所以就是讲。至于讲，阮是毋是要跳过董事会？我讲，我若要跳过董事会，我就毋免来遮报告啊嘛吼。但是呢，计划是无要等人的吼。除了即个109年诶，阮讲前导计划啦，就是今年甲今年年底吼。另外有一个110年到113年一个4年的计划，迄是等于
咱即马筹备期啊，到明年那1月1号会当开台的话，吼，啊，都有一个新的计划啊，这个申请安尼，对，才来申请，啊，迄是明年2月到3月才会签约的代志，啊，但是今年的7月到8月，你都爱甲计划书送出去，啊，无你的预算袂使先考起来嘛，啊，若袂使先考起来，变做讲后一任的董事会。就算讲因成立啊，啊因想要做这件代志嘛，无法度啊。是，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董事啦吼，还是讲总经理对着这个定数的这个正义的这个部分，其实拢是大丈夫 OK 啦吼。但是即阵吼，可能是对外宣传这个部分，可能是这个可能有争议的这个部分啦吼。先来个邀请咱的这个教授安怎看吼？从这个传播学者的这个立场来看吼，其实国际传播是一件好的代志，但是若是对国家来做宣传，还是讲吼为国家宣传，其实这毋是这个公共媒体这个做法啦吼。咱继续来请教授安怎来看咧？我感觉即马的争议哦，伊即马的冲突就伫咧大家认为这个国际的平台是用。互台湾政府用来做宣传的，做国家宣传的。但是这内底有一个较重要的观念，就是咱国家会使有国家媒体来替国家做国家形象的在国际上面的介绍，其实是会使的。OK。但是咱即马有公共媒体法，那咱甲央广过去伫个足侪国家内底认为是国家媒体，央广甲中央社国家的通讯社拢放伫个咱的公共媒体法草案变成公广集团的一部分。是。所以即马国家伊若真正是想讲，伊要做国家形象的建立，甲nation building 就是国家建立的一个机制的话，他现在手底下他其实是没有国家媒体的。但是这个对咱来讲是好啊是唔好？我感觉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好，因为过去真侪国家媒体因为政府太过把手伸到这些媒体里面，他们连在自己的国内内底拢是无人要信到这些媒体因迄报道的内容。那今嘛咱互伊较专业伫个公共的这内底的时阵，因会使逐渐有他自己报道的一个独立性。所以我看到咱的迄政府官员常常把就是公共媒体跟国家形象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哦，所以会让人家产生一种误会。今仔咱是看到 NHK 的国际频道做了假好，但是咱去看伊内底内容，伊毋是迄强力的播送它的日本有多么强大，因是咧介绍因日本内底因即马有的现代社会的拄到的问题，比如说前一阵子的孤独死啦，然后或者是他们的老年游民的现象，在这部在纪录片，互大家了解讲，日本因是安尼去对待因内底的问题，因就认真的，然后因对于内底各个不同地方的这个文化，他们其实是非常努力的去了解跟介绍，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和论述。其实我嘛相信啦吼，咱公司应该嘛有这种水准甲这个吼品质会当做咱讲吼来去发现讲咱国内有啥物这个议题啦吼发现问题了后去解决其实对外这个国际这个传播嘛是共款，无一定是宣传，但是咱的好的影音平台还是讲影音的内容安怎传送互国际。这嘛是咱爱去做的吼，公共媒体过去咱拢讲伊是弥补这个商业的无充足啦吼，但是咱的这个角色敢讲干那安尼尔？教授你安怎看咧？对外宣传我无反对但是我反对由公共电视来做这样代志。OK， 无同的国家伊所形塑的传播文化绝对无同。BBC 伫英国会成功，是因为伊伫英国。NHK 会成功是因为伫日本。但公司若有政府的介入以后，我感觉公司价值就无意啊。这点咱来真正来思考这个问题。咱公司目前敢做，拢做对内的传播。是。对内传播，咱目前实际上，我介由一个传播学者的角度
来看，咱做了真正袂歹。是，但是你把闭这伊啊，这闭这大啊宣，闭这宣传的机关的时，歹势出来的可能无共，啊，无共对外宣传，你敢若会当讲台湾好啊？你回过头来批评台湾，可能无道理啊，因为外国人伊嘛唔知影台湾的这个状况是安那，所以你所谓的平衡报道，是，对国际宣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你讲咱功课袂使讲歹，啊，这种公司的角色就无啊。所以咱伫教育文化部计划内底，咱写4点，咱要设立这国际平台的目标。啊，我用北京话来讲一下哈。后疫情时代，国家整体传播策略之推动啊，突破中国压力，打造对外传播台湾观点和视角的国际平台。第3个，向全球传达台湾的文化与价值，展现内在的软实力。第4个，向台湾走向世界，让世界看见台湾。简单来讲吼，都对。但是4点你无管你用对一个角度来讲，是，迄拢是宣传。啊，宣传咱就交专业的频道去做。咱无需要公司来参与家做伙。OK。譬如说，头啊陈教授讲，我完全同意。对外宣传，咱就交中央广播电台。是。中央广播电台本来角度来做这个代志啊。好，咱交中央广播电台去做。好，咱袂使讲咱的节目好，就咱无宣传的意图。no。这种讲法讲唔对。OK。你也才看北京央视的节目。北京央视的节目，你每一个摕起来看拢 OK。但是你好起来，到央视来播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人，拢会感觉伊是宣传。是。所以这是平台的问题。不是节目内容的问题。平台这个问题啦。对，平台的问题。OK， 这个嘛是咱吼，这个教授嘛是咱公司董事这个意见吼。其实另外一位董事吼，帮小辉伊嘛做一寡声明，咱等下再来请教总经理安怎看啦吼。就是讲吼，这个国际频道新闻内容吼，爱听啥也是报道啥物啦吼。另外吼批评政府伫咧资讯也无够清楚的时阵，西过董事会，咱头都无讲到。但是这个国际频道毋是无可取的吼，但是定义上爱较清楚的。另外就是讲吼，为什么公司吼主要这频道一年敢若9亿这个预算，国家哪无想要吼先甲这个公司的新闻部甲伊用吼较大的啦吼，率当吼一年就等10亿来做这个国际这个频道，毋茫讲执政者会当明白吼，国家毋是领导啦吼，公共的这个集团拢是台湾真珍惜的这个独立公共媒体啦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2位传播学者咱公司董事安尼看啦吼，其实对外宣传会使做，但是应该由公司来做吗？咱继续请总经理。好，咱会使看一寡国际的例啦吼，比如讲伫日本来讲吼，因即个成立的宗旨，还是伊成立的背景啊吼，因拢有提到，比如讲伊即个咱常常爱讲 NHK 的例啦吼，NHK 就讲伊要向全世界正确公正的传播海内外的新闻吼，另外就是讲要以即个日本对重要的国际问题采取的即个立场、民意的走向吼，来促进着伊甲其他国家的相互的理解吼，佮友好亲善文化交流，加深世界对日本的认识啦吼。另外就是讲即个卡达吼，卡达电视台嘛是讲。有别于 CNN International 和 BBC World 的新闻角度，哈，就是讲，咱台湾应该爱有咱家己的角度，咱咧看国际新闻、国际的代志的时阵，咱要安怎即个采取咱家己的观点，咱家己看代志的方法，哈。所以即个卡达电视台伊嘛家己研发即个网络甲社群媒体的即个技术，咱即马做的嘛是一个平台的代志啦，吼。英国 BBC 嘛免讲啊，英国 BBC 是全世界拢上有名的公共电视台啦吼。伊是讲将可信赖和公正的 BBC 新闻传向全世界吼。但是这都是英国的观点嘛吼。这个将英国独特文化、声音和价值观传送到世界各地，发挥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认同。这是BBC 啦吼。所以讲其实。伫个全世界来讲吼，
真侪公共媒体嘛是咧做即个 international 的平台，咱即马做的嘛是同款的代志，并无讲甲即个国际上上主要的即个公共电视台有啥物无共啦吼。啊，搁再讲转来咱国内家己讲啦吼，就是我一直对即个咱公共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拢真有信心啦。啊，而且即马伫咧即个数位汇流，咱拢讲即马是一个 digital 的年代嘛吼。我其实嘛真了解，就是陈老师对于即款因即个古典新闻学的坚持，我嘛真钦佩。啊，毋过我感觉讲，即马即个时代吼，大家是直接咧互动的，少年人拢上网络嘛吼，啊看一个直播的节目的时阵，都开始留话伫遐，啊大家会互相啊起赞啊、起爱心啊等等啦吼，啊少年人有安尼的需求吼，啊我感觉咱做一个媒体的经营者的时阵，咱应该回应因的需求啦吼，啊这是一个我感觉应该。行入去台湾的群众的身躯边，甲因徛做伙，啊，袂使伫即个时代来，敢若讲背离了他们的需求安尼，啊，咱会使做一个即个向国际发声的即个平台。有影啊，头拄仔即个总经理讲到吼，即阵是即个传播媒体 convergence 吼，即个汇流的即个时代吼，所以咱安怎吼扮演过去即个传统媒体角色，但是。对应到这个新时代、新媒体这个需求，真正吼公共媒体爱思考啦吼。但是咱讲这个宣传的这个部分啊吼，有的人讲这个公共媒体袂当做，但是有的人就是讲公共媒体都应该扮演亲像 NHK World， 还是讲 BBC 这款的这个角色。公共媒体本地都有这个宣传的这个必要性啦吼。咱嘛来看讲这回这个争议内底，各界这个回应是啥物啦吼？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啦吼。文化部头拄仔咱有讲到啊吼，这个部分。另外，这个无国界这个记者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Seth Hick， 伊讲到吼，台湾若无下入去国际新闻这市场，等于就是稳准中国向全世界来这来讲白贼啦吼。提悬这个品质，毋是追求收益的这个公共媒体，若是无法度搁较大汉，是改善吼媒体吼体制的这个关系啦，是毋是爱互伊搁较大咧安尼？另外，咱们看到讲无共款意见的有台湾艺术大学广电系这个教授罗教授啦，伊讲公司若是要进行国际影音的这个平台，就必须要思考内容啥外国人爱看，啊，这款的这个计划爱兼顾咱头拄讲的公共性，另外国际性吼，两个平台吼上爱有这个小角插啦吼，毋是干单纯属于咱讲台湾的这个内容。另外，嘛有看到无共款意见是公司前总经理这个方宪宪啦吼，伊讲公共毋是国赢啦吼，爱跳脱到这个董事会审核甲这个决议定数吼，若是讲违反着公示法吼，文化部就退回到新闻局这个时代。另外，国民党立委林奕华吼，伊讲政府无应该介入这个公司的这个独立性，公司也阁是公司吗？也是变成咱讲的兑换的这个中央电视台，应该喺说明清楚啦吼。所以咱一直咧讲到公共媒体应该要有独立性，咱嘛做一个报道，咱先做来看。公司27举办临时董事会讨论，敢是应该接受文化部的委托来成立国际影音平台。平台争夺计划预算是4500万，动用行政院的第2笔金。就算讲会议的气氛真歹，毋过临时会也是以11比4的表决通过。反对董事认为，公司必须要甲政府保持距离，照即马公司法的规定，并无授权公司进行国际传播。佮加上国际影音平台后手也各有4年58亿的计划，董事认为伊嘛拢去互暗砍。所以等于是说，这么重大的计划哈，没有让董事会知道。总经理还说，这件事是发生在6月18跟7月16之间，可是事实上5月20几就已经开始进行，6月18之前就已经向文化部送案。公司的角色敢有适合来做国际传播？有学者主张，公司应该先扩大规模，做出高品质影视作品，才过来讲国际传播，较袂去用这支公司先学行才穿鞋。举例来讲，日本 NHK、英国 BBC 逐年拢有2000亿的预算，毋过公司固定的经费敢若9亿，欠卡新妇无米嘛无法度组织。电脑会当趁即届争议，向文化部积极来争取应该要有的经费，做出好的影视作品，到时阵自然地当向海外来发展。我们认为60亿、100亿都算少了。其他国家来讲，英国，它 BBC 它本来国内的观众就服务的不错，所以它对国外观众的服务算是延伸。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检讨，就是说我们整个电视
经费够不够，然后你给他希望他达到的目标，是不是这点预算其实达不到啊？这些东西要一并检讨比较好。国家媒体或者是国家通讯社的任务，有一部分是让国家可以在国际上控制它投射出的国家形象，而建立在国际间可信的一个国家单位。所以国家媒体应该跟公共媒体去做区分，而不是让公共媒体去执行国家媒体的任务。惠国清的老歌《一姐妹》最近伫咧后壁唱起来，学者嘛记咧中国挑故意做的大动作对外宣传效果嘛无好，颠倒是网络串联世代，有创意的内容，佮较会当感动人心。学者强调讲，台湾无一定嘛爱做大外宣，因为文化能是列甲国际维基权的业绩，需要年久月深的时间来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到底这个文化这个能实力，还是讲这个话语权吼？公司会当扮演什么款的这个角色吼？其实咱等下马上做回过来讨论吼。不过咱嘛要来比较一下吼，就是咱讲公共电视台这回吼，咱讲到预算真正介少啦吼，所以咱拢用专案，真正是歹动啦吼。所以咱嘛要比较到国外吼，这个公共媒体因到底经费偌济啦吼，咱嘛看到讲啊，真正咱讲公司台湾的这个部分，政府的部分吼，这个9亿啊，这个家己去募款也好吼，拢总是9亿至15亿啦吼。另外，咱看到韩国吼 KBS 这个广告也是讲这个 license fee 啦、收视费啦吼，差不多是448亿。另外，英国的吼就是这个全球上大的这个公共媒体 BBC， 伊嘛是收这个 license fee， 还有其他的商业收入吼，差不多2000亿。日本 NHK 收视费吼，其他这收入差不多嘛是2000亿啦吼，所以咱讲真正公司伫遮已经扮演真这个真重大这个任务啦吼，但是预算遮尔少，但是这回10亿安尼吼要来渡过敢真正袂使。我先回应钟英你头下一个讲法，因为这点我非常同意。OK， 今嘛是网络的时代，网络时代咱要需要回到以前所谓的类比电视的思维，建一个体型足大的电视台，你在弄个恐龙干什么？这个你对国际宣传、对国际来宣传，不是讲你的节目好，就有人要看；那不是讲你的等偌一钱就有人要看。参你的国力绝对有关系。国家强，你的就有人看。日本、英国、美国的电视咱会看。因为国家强，是，咱台湾你也公司都等偌济钱落，歹势我感觉无人，无法度发挥遐影响力。咱现在钱，头我回应钟英你的讲法，网络时代了，网络时代的做法。OK， 咱来用蚂蚁雄兵，你10月落去，你要等落其他的，咱台湾的电视台加以互伊做英语节目，互因透过网络去宣传，我感觉迄影响力。比单一一个培养一个大只恐龙来得好，一定要蚂蚁雄兵。是啊，那我再回到所谓的经费的问题啊，经费的问题，有偌济钱做偌济代志。是，咱台湾呢，你咧公司都啊咧等钱咧，歹势我反对。我虽然是公司的董事，我无赞成政府都啊钱等留公司，是安那？因为咱即摆电视台经营非常困难，每一个电视台经营拢非常困难。你啊公司起大，等于所有的商业电视拍死，这对台湾的文化来讲，唔是好的代志。你有东升啦、三立啦、民视啦，那些通通活不下去，公司独大，你又回到专制时代。但是这个公共媒体应该有的这个独立性吼，我想这个咱做媒体啦吼，新闻人还是讲做节目人，其实拢有这款的这人物吼，所以这个教授这个部分，其实吼我有同意，嘛无同意这个部分吼。但是我要搁来请教，就是讲吼，其实头拄仔这个教授讲的吼，就是讲过去这个电视台传统的媒体啦吼，爱有的这个可能爱有起一间大电视台，这个角色已经行到这个新媒体这个角色来啊吼。咱头拄嘛讲到 convergence 时代，就是这个汇流的时代，真正迄种用这个蚂蚁雄兵的这个方式吼来去渗透也好。其实头拄仔这个教授讲吼，咱讲台湾真正国力真正无强吗？影视的内容真正无强吗？咱搁先请咱总经理来回应，等下再搁请教授。嘿，那讲这个影视的实力吼，我感觉其实这几年来公司做出来是真有成绩啦吼。
像比如讲主宾来讲啊，我们与恶的距离啊，搁即马伫个动上的即个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吼，即个拢外销到足侪国家去啊，马来西亚吼。也是新加坡啊，拢有咧甲咱直接要甲咱买物件啦吼。讲到蚂蚁雄兵，其实呢，这几年来，公司虽然讲，国家甲专案的预算互阮吼，阮毋是囥咧台内底，大家分分的你做这，你做这，你做这，毋是阮有向外界吼公开征案，所以互这个。业界的这个从业人员吼，因嘛会使透过公开彼案的方式，所以足侪传播公司吼，因照着公司的这个征案吼，因会使生产出足好的这个品质的物件吼。同款伫公司平台来激头脑啦吼，有影。有影嘛是伫个公司的频道个平台公司家内底拢会使播出吼，所以这个。伫个培养人才这方面，培养业界的这个产能方面吼，我感觉公司确实有做到讲这个蚂蚁雄兵的这个火车头的角色啦吼。另外就是讲，因为这个后疫情的时代啦吼，因为公共电视有参与足侪这个国际的这个公共电视的联盟组织吼，这个所有的联盟组织，我前几工嘛才参加这个 PMA 的这个董事会啦吼，一个伫咧这个董事会内底吼，我嘛讲咱将来咱公共电视都会有一个国际影音的这个平台，因嘛讲较紧嘞，较紧嘞，恁若有一个这个物件，阮紧甲恁斗宣传啦，因为阮实在足望讲会使听到这个台湾的声音吼，台湾的故事安尼啦吼，而且咱做的物件。我想讲，做好的物件，迄当然是必要的吼。但是除了好以外，咱做的是一个真实的物件。咱毋是，咱伫遮做节目，毋是讲要即个甲政府擦脂抹粉，毋是安尼。而且咱是做一个真实的，咱台湾倒位好，倒位歹，倒位有缺点，咱应该对倒位搁进步，这咱拢会伫咱的节目内底。忠实的呈现，所以我感觉无即个，较无即个，敢若大外宣即个词吼，已经变做一个敢若万恶不赦的即个名词啦。实际上，你要讲宣传也好，还是安怎也好，其实台湾咧做的，公共电视咧做的，像讲台语台嘛是共款，伊是一个拢是制作人制。我相信阮的制作人绝对袂去做类似甲咱。大外宣这款的物件。其实这个大外宣这个 term 是对这个中共来吼，其实咱嘛唔望讲咱要做这个大外宣这个角色啦吼。其实宣传有必要吼，国际宣传是有必要吼。其实咱嘛听到头拄这个教授讲啦吼，咱的董事嘛有讲到，就是讲过去咱的这个节目内底吼，亲像总经理讲的。即阵公司扮演亲像有标案吼，其他的这个创意者，也是讲这个媒体工作人员来去做一寡激头脑的这动作吼，咱的这个影视内容会当销出去国外，这嘛是一种宣传吼。继续咱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安怎看讲吼？其实咱这个公共媒体若是扮演国际传播，即嘛咱看票数嘛是已经通过啊吼。国际传播即阵要做，但是爱安怎做？我想应该是增强伊的内容。OK。所以其实除了咱的有关的新闻上的报道之外，其他我们在戏剧啦、文化啦，然后地方的这些节目，其实也应该要更增加它的预算。所以近前有一寡老师因讲这预算其实伤少，我完全同意啦。然后再来说，4年58亿的经费要做一个国际平台，其实我后来听到很多老师他们的说法，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反对这个国际平台，不是反对不是反对。而是说，你这个预算干啦4年58亿，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预算，它应该变成是一个结构性的预算。所以在整个公共媒体它的能够进入到国际化的发展上面，它才是一个稳定的可以发展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发源的这个来源，还是讲经济到底有啊无啦吼？咱嘛有先整理到一个部分吼，就是讲。
公共电视法吼，即阵嘛有咧讲要来修改，这是公共媒体法吼。这草案即阵也倒伫咧行政院啦吼，所以咱讲修法到底立法院这动作有啊无啦吼？重点是啥咧？这个修法的草案重点，带观众朋友先做伙来看。这当事人数啦吼，由现行的这公示法17至21个人吼，降到11至15人吼，嘛爱甲这个员工当事纳入去啦吼。任期是3档改做4档，任期即阵爱交替换吼，每2年都要改选半数的这个党数。另外嘛要修改现主席党数由立法院这个按政党比例吼来推选的这个审查委员组成委员会3/4的这个动议规定，改做是比较 NCC 由行政院长来提名，立法院直接行使动议权吼。过半委员吼同意就会当啦吼，嘛为着要解决公司登记经费无充足的这个问题，嘛要配合文化基本法的这个定啦吼，用着文化发展基金来投入公媒基金会。另外嘛要明定董事长和执行长的这个权责啦吼，会当互因这个实权甲责任来相符合。另外，咱嘛讲到行政甲立法的监督之外，嘛要制定这个公民的这个参与吼，互因做一寡监督、一寡规定。另外，咱讲嘛要增加着族群平等服务的专章。另外，嘛要整合现主席，咱讲公共媒体啦吼，2年内吼要将头拄咱讲到。这个中央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甲公媒基金会做一个整合吼，同时阵嘛要积极来办理花市民股的这个买回去买登去啦吼。另外，咱看到进度就是咱头拄讲的，前文化部长陈立军公布草案了后，即阵放伫咧行政院啦吼，新任文化部长李永德，咱讲伫咧2020年5月时阵宣誓啦吼，佮甲即个法提出来，所以即阵都爱看讲立法院这个进度啦吼，所以。公共媒体法，咱嘛要互公司有较健全的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公共媒体法安怎来去执行啦吼？咱继续来请教教授，就是讲头拄你嘛讲到，啥这个公司吼，这个预算若是投入去，就会压迫到咱讲商业媒体。老师的看法是安尼吗？我的意思唔是安尼讲，我的意思讲，有算若等入去公司 ，OK， 公司变得足大尾，足大张的时阵，大家拢来看公司，其他商业电台就无法通活咧。但是其他国家的这公共媒体唔是安尼吗？其他国家才拢无共。其他国家是无线电视台为主。OK。台湾是有线电视为大。所以有线电视咱即马变做咱的 cable 系统是足侪电视台。是。那其他国家唔是啦，比如你英国、美国，因主要无线电视为主，无几台4、5台尔。你4、5台时，你有法通平均嘛？但咱即摆咱电视台，咱的频道有100几个频道。你这样公司呢独大的时，其他的频道他们会活不下去。他们靠广告为生的，所以讲其他会被压下去啊。这对咱整个的电视产业来讲，唔是好代志。OK。所以公司参商业电台，我感觉来维持平衡。维持平衡，而不是让公司独大啊。另外呢，咱你头讲到公共媒体法的修法的重点啊，修法重点我其他无啥意见，但我对当时的产生，我要提出我家己的经验。是，咱即马当时的产生呢，是由文化部提名，提名了呢，经过审查，审查什么人来审查呢？由立法院无共的政党是。推出伊的审查委员，大家爱投票，投票了呢，超过3/4是同意，这个绝对是高门槛，所以阮这任的党事应该在去年9月应该是结束啊，是即马我也要咧做，是啊啦，因为新的党事无法当产生，是，我作为第5任的，我即摆第6任，第5任我也做过，第5任就我当选的时，到我真正就任拖2冬外 ，OK。因为迄活动产生，是安那呢？因为迄立法院各党派推出来的人，会互相抬来抬去。是国民党介意的人，民进党也抬；民进党介意的人，国民党也抬。是，啷个呢？好，即摆因为安尼足困难产生，所以咱改做由立法院来同意，一半落散。就这个现象的产生，各位观众，你来真正还是立法委员来注意。变做倒一个政党变做全面执政，他就规划拢旁伊。OK， 规划拢旁伊，这对台湾的民主现象，从咱传播正确来讲，
绝对毋是好的。我甘愿当时足歹产生，拖了不要紧，但是总会得到妥协。你用即摆假的这个方法来讲，啥物人选举啦、选赢，台湾所有物件资源拢会摕，是包括公司在内，这毋是好的现象。大家真正来去思考，咱公司像伫第四任拖遐久，唔当我，无当市长，无总经理，公司嘛活了就好。咱公司基本是非常健全的一个系统，是咱的制作人才，咱公司的员工拢非常优秀。你无当市长，伊嘛照常咧过日子，节目也毋要长啦。OK， 好，所以结构性的问题，爱等待这个咱讲解决啦吼。对。有影啦吼，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就是讲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就是讲吼，若是政党是像就是咱讲这个选举这个党事这个产生的这个方式啦吼，其实真正较有问题啦吼。但是这个结构性安怎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我感觉我唔是讲足了解的，但是呢，我就行政的经验来说，结构性的问题确实可以从会计的这个部分，然后来去解决人事的部分，那个是人事的争议。但是会计上面的这个预算分配跟要求品质的产出，其实也可以从它管理层面上面，来去怎么讲，来去引导。拄则郑老师有讲过讲，公司袂使伤大的，也可以排挤掉其他的有线电视台。我觉得我是不太同意这样子的说法的。台湾的电视文化在某一些内容上面的产制过于琐碎，然后频繁，然后或者甚至于弱智化，其实跟就是怎么讲，不断的降低制作成本是有关系的。今天我们增加就是公共电视的制作预算，其实也是想要去带领一个就是良性竞争的一个逻辑。那它是由公共的领域下去，然后希望能够带动市场有一个良性竞争的一个方向。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成果啊，就是即使有一些频道它到最后它没有办法去跟公视竞争，而消失了，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个机制啦。市场吼，对，你看英国是，你看英国伊嘛是有 ITV， 对不对？伊嘛做 Downton Abbey， 对啊 ，BBC 伊嘛是做足多节目，所以其实因是良性竞争的状态。我想这个上下电视台应该是袂活不落去啦吼，因为咱讲真正这个公司，咱真正扮演一个火车母啦吼，爱带大家这个做伙来拼这个影视的内容吼。无论伫国内还是讲国际吼，咱拢是爱继续来去拼进程啦吼。所以咱讲一个公共媒体这个角色，咱就讲公共电视法、甲公共媒体法，其实要甲真济媒体拢甲收入来吼。对这部分吼，嘛是期待有讲真正有较好的这个人数诶，这个党事的这个产生。预算的这部分嘛，当确定落来，所以咱咧讲的国际影音平台这款的争议，会当真正莫讲咱用专案安尼标啦真正法院爱有确定的这部分，咱继续来请总经理。是，那是结构性的问题，会使từ立法开始就比如讲，互公司一笔真大的这个预算至少比阮即卖的预算较悬这当然是真好啦。目前就是讲公共媒体法也未通过嘛，那也未通过的情形之下即卖是一个真好的时间点啦，因为阮是感觉讲全世界即卖已经看到台湾啦。OK。伫个大家拢已经看到台湾的时间点之下，咱即卖甲即个国际影音的即个平台撒出去的时阵，都真自然啦，你毋免做偌大的这个记者会也是宣传都会自然都会有人来看你若毋是伫个这个时间点的话，你可能讲2-3年以后你立法通过的时阵，也是安怎的时阵这个时阵佫出来杀的时阵，可能迄个时间点都无遐尼好另外就是讲。确实有影讲，因为台湾这个电视频道真多啦所以咱市场佫细嘛，市场佫细就变做讲大家敢若竞争了真激烈啦恶性的竞争啦即马足侪这个广告嘛拢无去电视台嘛，拢去网络顶管嘛所以就变做讲电视台咧经营真困难困难的情况
之下，因就甲这个伊要做节目的钱，一直督甲足少的安尼，啊，所以节目就袂好嘛。啊，节目袂好的情形下，你的市场会个愈细嘛，你都无可能物件卖去国外嘛。啊，但是公共电视咧做节目，阮无广告的压力嘛，阮唔免卖广告，所以政府若有即个预算来的时阵，阮每一角人拢会用伫个节目顶头，所以是安怎讲？公共电视的节目出去甲人比赛的时阵，拢会得奖啊！金钟奖嘛是拢是公共电视得奖较济啦吼。啊，逐摆阮得奖遐尼济，我嘛感觉真歹势，因为阮就是讲即个经费，阮拢每一角人拢用伫个节目顶悬，嘿，安尼。才会使讲，这个物件将来你要外销国外的时阵，你要趁外汇的时阵，啊，咱家己的人看到咱的节目伫国际上啊，大家拢看的时阵，咱嘛会感觉讲啊，国民拢有自信啊，感觉讲，毋是敢若有韩流啦，咱台流嘛是真好的。是，过去咱咧讲吼，台湾这个影视内容真正是真强啦吼，咱嘛讲到吼，这个台流过去都有咧讨论啦吼，咱的这个戏剧拢会当卖去东南亚也好。韩国也好，其实我伫这个欧洲做教学生的时阵，真侪咱台湾好的影视内容，拢是传到欧洲去啊吼。所以咱嘛莫失志讲咱真正做袂来，也是讲做袂到啦吼。所以伫遮咱嘛要讲到吼，台湾真正有这个实力，就是讲透过结构性安怎来改变，会当互咱讲吼，这公共媒体搁较大咧。真正毋是咱讲，因为过去咱就讲公司法来就讲，咱是要为着弥补这个商业的无充足啦吼。但是咱公司的角色。干那安尼尔吗？应该唔是啦吼，所以咱嘛要看到讲，因为这回这个争议，咱嘛有讲吼，公司工会，这嘛有做一寡声明吼，嘛是要带大家做回来看吼。头拄咱已经讲过吼，这个专案这个任务啦吼，其实咱已经有真侪这个经验吼，但是这个公司法的这个独立自主的这个要求，咱拢袂当甲放袂记。另外，要希望啥物咧？就是讲文化部会当用更较资讯公开的这个原则。向社会来说明政策的这个内涵、公告、处理过程。若是讲这个案真正改好，嘛是公开上为主啦吼。另外，咱就讲到这个依照公司依法规划这个案吼，应该就是咱头拄讲的透明、负责任这相关的营运啊、财务啊、公部门的这个往来这个相关文书，拢头拄讲的上网络来去公开啦吼。另外嘛，肯定。召开临时董事会这个决议吼，嘛希望会当合着咱讲公司法的这个规范来继续行。另外，人事的这个引用嘛是要公开来透明，有这个定数，若是有必要无应该摆脱正常的这个流程，然后嘛免安尼互人有这个违议啦吼，也是讲为这个后壁伫遐讲来提提突突。另外嘛要呼吁文化部甲审查委员会必须这个依法来审议啦吼，第7届董事会近来成立了吼，外团这个有内定的这个董事长伫遐摇来摇去，也是讲董事长产生这个经济是董事来互选希望行政立法机构确实来遵守这个精神其实工会声明写了是真正袂歹啦所以咱一点一点来看。头拄来讲专案这个预算，咱讲定数上应该是无问题但是另外就是讲真正这个公开透明这个部分，咱继续来请教这个教授啦教授你安怎看咱工会这个声明呢？我感觉就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应该就是它的人事的征用。OK。那如果就是在预算是结构性的一个预算的话，那么人事的征用也应该是它的结构性的一个人事，而不是比如说如果公司内部还有大量的雇员，然后那这样的很多的这个工作都是临时外包的，那这样的一个公司它其实也不太能够负担。就是对于公共的一个责任，所以其实我觉得工会它有在他自己的他对，伊对着工会这个职责伊尽到伊的这个本分其实咱嘛知影公司也是讲整个这个台积台其他这个人员这个编制上这个问题啦咱继续先来请总经理来回应，就是讲。公司工会伊本着伊的这立场也好，照顾员工也好啦。其实咱讲有的这个人真正是这个专案性，你来甲伊聘请。但是这个聘请可能嘛有这个问题，安怎来去解决这个结构性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咱的劳基法内底有规定嘛，吼，你做这个定期的人员吼，你工作期间袂使超过1年。OK。啊，那公司对这个伫咧台湾的业界来讲，已经是模范生啊！吼，阮这个不管是加班费爱互这个员工啊，吼，啊，也是讲这个定期的超过1年，就爱共转无定期。OK。假使讲你这个任务若要继续行落去，你就爱共转无定期吼。啊，公司拢有这个合法来做。啊，当然这个。工会这个声明吼，阮嘛是真支持啦吼。啊，即马这个国际影音平台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是开始前导计划尔嘛，所以阮这个要用的人数啊，嘛是先用定期的。OK。吼，啊，若是讲后摆要久久长长要做的时阵，迄个时阵就会甲伊转做无定期的。是。啊，若这个代志，若是无伫公司做的话，伫咧别个所在做的时阵，啊，本来这个前导计划的人吼，咱公司若有需要，啊，就甲伊留落来。啊，若咱公司无需要，啊，伊会使过渡，过真正这个平台咧执行的时阵，伊才做迄边的员工。所以对员工的这个部分，公共电视绝对袂甲伊开台，一定拢合法。所以咱讲吼，即阵若真正爱做，也是通过已经要做啊，所以保障劳工的这部分，工会才嘛做一寡这个声明啦吼。但是咱嘛讲到这个部分吼，这是总经理吼有承诺过啦吼，这是无应该有咱讲吼拍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咱讲的就是讲教育文化部伫咧审查委员会吼，咱讲即阵董事啦吼，自旧年头拄啊这个咱讲咱讲陈董事也是讲陈教授嘛有讲对啊。去年9月啊，到即阵吼，本地吼是因为这个选举的因素啦吼，无法度产生新的这个董事，也是讲新的文化部长就上台啊，啥啊未提出就这个完整的这个计划，也是讲吼，这个人选后来这个立法院来做审查啦吼，这有法度解决无？这来看文化部啦，但是就公司咱工会这个声明呢，我来回应一点。OK。我伫足个电视台拢有咧往来有朋友吼，伊定咧讲咱公司的员工呢，是咱电视界的公务人员。我讲你讲了唔对，咱公司的财务，咱公司的工时，绝对合乎法律的规定。是，本来就应该安尼做。本来就安尼做啦。本来就应该安尼做。你上下电视台一直压迫你，迄是正常的代志啊。所以袂使讲咱公司安那，咱公司实际上是足规矩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对工会呢，咱工会有影响力，这咱尊重。是。那尤其后届呢，咱工会已经产生一个员工董事。员工的董事是啊，我相信呢，咱工会的力量，工会对政策的影响会愈来愈大。贡献的愈来愈大。是，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个公司工会这个声明吼，本着照顾着咱讲员工的这个立场，若是讲真正有这个国际影音平台第一年的时阵，可能是这个无定期的这部分，尾啊才变成定期的这部分啦吼，应该是颠倒啦吼，定期才转无定期的这个部分啦吼，都是照顾员工的这立场。咱嘛讲到要做到一个国际影音平台这个部分，咱公共电视应该扮演一个火车母啦吼。上尾咱想要请总经理甲咱说明一下，就是讲。虽然你的这个任期到这个7月30日，但是你对公司的期待未来扮演什么角色？我感觉公司是为了全民服务的，吼不论是伫咧咱国外，还是伫咧国内，咱拢应该甲咱台湾人的声，互全世界的人拢听到。是。伫咧国内的话是希望讲。公司继续搁做真好的新闻、真好的节目纪录片还是戏剧互咱全台湾的百姓拢会当看到上好的节目。有影啦吼，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机会，咱讲虽然是这个武汉肺炎，咱嘛看到进前武汉肺炎，咱伫咧 WHO 真正是互绑架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民间有真侪这个盲情啦吼，因伫这个 New York Times 才顶刊广告。但是因为民间的声音，是咱这个公共媒体无法度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咱嘛值得吼真侪观众朋友来做伙思考啦吼。其实咱讲过去公共电视真正是弥补这个商业无充足，但是即阵咱应该是徛个发
进前的吼，对着时代这个脚步啦吼，尤其咱讲头拄也一直讲的，这个 convergence 这个汇流这个时代，咱唔是传统媒体，咱来行着吼，咱过去嘛有讲着啊 ，PNN 这个角色，也是讲吼做着网络这个角色，公司会当伫网络头顶会引发着什么款的这个讨论啊，传领着什么款的这个影视内容，和台湾的这个影视的部分会更较大进前吼，咱毋望这个台流。啊，赢过韩流啦吼，啊，买当赢过这个日本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讲公司咱有真侪做完的这个内容，除了有英语新闻，咱嘛有东南亚新闻吼。公司台以来嘛提供真侪在地化的这个实践，节目品质嘛过好着啦吼。有在地人才嘛，毋望讲真侪吼，有国际这个思维人才做伙来甲咱台湾吼，斗相挺起来吼，互相来制约。咱等讲吼，上在地就是愈国际啦吼，未来国际传播真正是有真大的帮助吼。今日透过这个节目，咱邀请到公司的董事、公司的总经理，嘛，还有传播界这个学者吼，做伙来讨论嘛。毋望吼，咱真正对着国际，唔是宣传哦，是国际这个声音吼，咱会当行出去。今日非常感谢蔡来宾，多谢，感谢。